友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初3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先来关心小客风台上新的消息。这是中度的风台小客，目前伫鹅銮鼻东南东平大约470公里的所在。气象署伫昨半暝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按算伫今仔日过头过，嘛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咱即马先来听伫头拄8点40气象署上新的说明。 至于今天早上8点，它已经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4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预估还是往西北的方向，往我们东南方海面接近。气象局目前发布的海上警报区域是东半部海面、巴士海峡以及台湾海峡南部。预估台风7级风的暴风圈在今天傍晚左右会影响到我们东南部的近海，而在明天清晨前后会影响到我们东南部的陆地。未来还会往西北，再转西北西的方向。 在星期3到星期4这段时间，它最大可能的机会是从我们东南端的陆地，一直到巴士海峡这个区域通过我们。然后看起来星期3、星期4到星期5，星期3白天到星期5这段时间是它最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预估今天北部、东北部会有短暂阵雨，其中东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另外，花东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的几率。至于星期3到星期4，随着台风环流靠近，当首当其冲 的就是整个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东半部地区，其实东北部地区在今天陆续下雨以后，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今天深夜、明天清晨也开始会下雨，而且整个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在明天一整天，甚至到星期4，它是整天下雨，下雨的时间长。 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会出现豪雨或大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在这边请这边的朋友特别留意。至于随着台风向西的移动过程中，我们预估南部地区在今天深夜、明天清晨到明天上午可能陆续有一些雨，但这雨还不太明显。而随着台风移动，可能在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雨就会稍微多了一些。北部地区，我们说今天越晚也会有一些下雨的现象啊。那我们预估其他地区的降雨量在星期3、星期4。 台风最为靠近的时候，除了东半部恒春的降雨量明显以外，北部地区、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也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这样的天气形态到星期5以后，台风环流逐渐离开，我们在降雨才会渐渐的缓和下来。 头段是气象署上新的说明，关心中度风台小犬，目前是以每点钟13公里的速度继续往西北西行。按算拜3到拜5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明显的时阵，风台按算会对台东附近登陆，风雨各地风雨拢会明显开始变强。 中度风台小犬继续向台湾接近，委员会采分度因看到伊的结构环境宽流十八，对称而且正大。今日透早伫鹅銮鼻东南东风差不多470公里的海面上，气象署伫个初日半暝发布海警，上紧初3中昼过后，就会发布陆警。在4号到6号这段期间是台风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期。这段时期呢，台湾附近的海域上面的浪都会相当明显的偏大，而在陆地上面呢，也会出现强风以及豪雨的情形，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气象署研判，风台伫台湾东南部甲恒春半岛登陆几率较悬。即马风台接近，外围环流影响，拜3开始北部、东半部落雨明显增加，尤其华东地区、东半部、恒春半岛，各有可能出现大水河等级以上落雨。重新登陆，风的影响也会变成比较加重，特别是在这个台东到屏东之间，降雨的热区目前看起来主要的降雨热区还是在整个宜兰花莲的交界，花莲、台东以及屏东，特别是在恒春半岛一带。小犬风台可能予东部、东南部山区出现局部大水河等级以上的雨势，包含日本国家森林游乐区、嘉平湖、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拢会陆续关起来。然后树林平地森林园区、垦丁双流甲天基国家森林游乐区是伫初4甲初5有警示休困。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还有山区，拢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而且愈晚雨会愈粗。咱同齐来关心温度。今仔日咱北台湾云会较高，而且嘛开始落地渐雨，也若伫东部是有13雨。挖近山区的所在雨会较粗，嘛有可能会上局部大雨。中南部是过头了后会落地渐雨。
温度的方面，伫北部日时高温大约是28度至30度，其他的所在高温大约是32度至34度。受风台影响，桃园到台南还有外岛，拢有可能会生9级至11级的强阵风。也若北部、东部、巴士海峡，嘛会加4米以上的大影，所以乡亲这几天唔通挖进海行。继续关心台南天狗节的疫情是真严重，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立委昨昏就专工落南去关心台南的天狗节的防治。为了防疫，台南市长黄伟哲伫中秋的时嘛去到处摇啊，煞风批评讲伊是咧做戏。也若疾管署分析疫情，讲这2天的确诊人数总共无出现连假效应，安尼台南这礼拜疫情就可能会当转好。卫环委员这几排了解防治状况，台南天狗节疫情顶礼拜到上关点，大众人数伫2100到2000之间。因欢迎卫环委员会初次落南了解天狗节防治甲体检治疗状况。疾管署分析，若初2、初3无连假效应，这礼拜疫情有机会降低。这几天的病例数呢，相较于前几日也是略有减少。星期1跟星期2有没有连假后的一个效应？那如果这个连假后这个通报的效应没有太明显的话，那这一周可能会是呈现一个持平，甚至有机会可以反转下降。罗议员表示，原疫情热区已经稳定，反倒在南区、北区、中西区甲安平区热情悬，要注意。为防疫，事先接受喷药训练，各有合格证书的市长黄伟哲，中秋期间亲身爱在安步机行去街路喷药啊，煞互人批评作秀，伊也发冤枉，因为骹手无够。如果不到第一层，不知道第一层的辛苦。这个我们到第一层去帮忙朋友，因为在假日人手不够，就说我们作秀。那如果我们不到第一线的话，又说我们高高在上，只在办公室里面。台南一直喷药引起民怨，暗过也网友发现公园路甲公园南路口杂草已经为水沟刮不出来，烦恼落雨积水，恐惊成做天狗节防治的空棚。把它除掉。民众烦恼是有道理的，因为疾管署甲市府拢认为，台南这礼拜天狗节变数就是特别到位的小片风台，也提醒民众提前整理，清除积水的物件，才袂大雨积水，可能互疫情更较严重。记者综合报道。也若公费流感预防社对昨昏已经开始分2阶段做，头一批是先予65岁以上的时段，也有学校内底学生囡仔。第2阶段是对11月初1开始，嘛开放予50岁至64岁的民众会当去注射。做一支就会当预防感染流感病毒。公费流感疫苗10月初2开始分2阶段开始做，高中至以下甲5转1年至3年学生囡仔，伫校园集中做，希望会当防范校园流感不一定烧坏。任何的厂牌一定都有一定的保护力，所以我并不担心说一定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牌才做施打这样子。疾管署表示，秋冬是流感加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而且2个症头阁正重，拢会出现发烧加呼吸道症头。做疫苗会当降低并发重症也甲死亡的风险，所以第1阶段优先注射对象包括65岁以上的长辈、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等12类对象。第2阶段为11月初1开始开放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大人来做。有打就比较安心了。其实是打国光的嘛。据报道好像说可能会严重。所以打得比较安心。是的。为了催更较侪人出来做，卫福部长谢水元嘛亲身手硬比起来做流感疫苗，希望会当提高疫苗注射率。疾管署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拢总买698万剂4价流感疫苗，其中国光线机349万剂，差不多占总量的5成；赛诺菲192万剂，台湾东洋86万剂，也加高端70万剂，差不多占1成。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环境部伫昨昏公告修正固定污染源、空气污染的防治会议收费的费率，新增加排放污染的大户费率的级数有调悬费率，其中有102间企业爱纳的费率会由3级提悬变4级，包括电力、钢铁、石化、阿门土这3业。来关心自由时报，世界银行调降2024年中国经济成长的预测，嘛经过东亚也有太平洋开发中的经济体，讲经济成长会出现50年来上慢的成长速度。
继续关心联合报，中秋连假休假迄一天，高铁的自由座人是真多。台中的高铁站摆到落长，袂输咧摆演唱会，这嘛显示高铁的运能对袂着运量，服务的品质安尼敢会好？因为刷落来阁有4天的国庆连假，交通部伫昨昏就甲高铁开会，要求高铁一定要改善。继续关心，伫9月30，中央航空有一架对伦敦要经过曼谷飞来台北的 BR68 班机，伫起飞5点钟了后，伫飞行机顶有一对查甫，因是伫乌白来，家己换位，搁伫飞行机顶食薰。机长为着安全的考量，全港去维也纳机场过暝过一天。伫延误23点钟外钟，才飞转来台湾。旅客伫昨暗8点的时平安转来台湾。说是喝酒或是抽烟哦，然后导致他飞机的那个状况不好，影响到那个飞机的安全。我们是睡到一半，然后就是机长有广播说好像为旅客安全的问题，然后我们要回到那个维也纳。旅客顺利转来到桃园机场，拢安心吗？当时这架飞行机顶有300多旅客，因为代志发生的当时飞行机伫中东，离中途的曼谷还阁有2/3的航程，所以机长才决定讲要翻头飞转去维也纳，互航警去处理这对情绪失控的查甫查某。也若大部分的旅客拢唔知影当时飞行机顶是发生什么款代志，也毋过针对机长的处理拢真轻。另外，关心屏东民用工厂大火，立法院昨昏是就相关的部会进行专案报告。内政部长林佑昌伊表示，火灾甲消防装备无直接的关系。也毋过有立委是认为讲，民用咧发生火灾的厂区有囤超过30倍的公共危险物品，也毋过拢无照规定去申报，嘛无互发现，即期政府稽查做无头，而且嘛批评讲，因导成演练的稽查，政府咧查核的时嘛无认真。民用工厂大火夺走真侪人性命，有拍火兄弟伫火场不幸殉职。立法院初二邀请跨部会对火灾抢救做专案报告。内政部长林佑昌备询时阵强调，大火甲消防装备无直接的关系。我个人认为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原因，最主要2点。第一个就是工厂的危险物品的管理是否落实。第二个，我们应该要厘清的是，这个厂区的人员的撤离，这个有没有彻底？林佑昌讲，民用可能无落实危险物品管理，因为事发的厂区藏的过氧化物比野菜超过管量30倍。经济部也指出，业者超量无伫10天内申报，已经违反规定。不过，立委搁较关心，中央到地方是毋是有确实稽查呢？基本上就是没有去做这些查核动作哈，你到现在还不敢告诉我哪个单位应该负这个责任哈。最好的方式还是要透过申报的资讯来做后续的稽查。包含内政部甲经济部拢表示，敢若靠加强稽查，无法度根本解决问题，服业者自律搁较重要。不过面对种种质疑，林佑昌也强调会检讨，对无落实危险物品申报，研究要提悬罚则。只是事发前3个月，民用才多结束自卫消防编组演练。卖火灾的时阵，也是员工无马上向外逃出来，也互立委质疑演练拢无落实。发生到严过的时候，到第3个月呢，我真的感觉很不落实。这个稽核的部分可能要加强，不能只靠书审。是我们分成2个区块，正在跟相关部委来讨论。这场工厂大火烧出消防甲建物管理的问题，立委也批评中央地方杀来杀去，各单位责任，到即马依然无调查清楚。林佑昌是回应，详细导火原因拢要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墨西哥北部的马蒂罗城，初一的时有一间教堂，规电线图在做弥撒的时，厝顶煞熊放落来，造成9个人死亡，50个人受伤，也有30个人掉伫内底。同一天，伫墨西哥的东南部恰帕斯州，嘛发生一架货车载伤侪古巴移民，伫高速公路顶并车，上无有10个人过往，17个人重伤。
意外现场人群惶惶恐恐，救援队员参救护人员甲民众拢伫现场，各有人赶紧下楼梯来协助救援。墨西哥北部塔毛利帕斯州的马德罗城，当地侧翼一组教堂的厝顶，伫教导组织做弥撒时阵，熊熊放落来，造成真侪人死伤。Hoy estamos viviendo un momento muy difícil en nuestra diócesis de Tampico. Se ha colapsado el techo de una iglesia de la Santa Cruz, estando en la celebración de la Eucaristía. En estos momentos están haciendo los trabajos necesarios para sacar a las personas que aún se encuentran debajo de los escombros. 意外发生了后，墨西哥国民警卫队、州警察、州民防办公室，还有红十字会拢出动搜救。当地警方表示，教堂内底迄阵时差不多100个人，其中差不多50个人送病院治疗，年岁上细汉的只有4个月大。而死亡的人内底有3名是准备举行洗礼仪式的儿童。墨西哥国家安全发言人办公室表示，技术是因为建筑的结构问题，才造成厝顶崩落来。而墨西哥当地侧翼伫东南部恰帕斯州，佮发生并且死伤意外，一台载满把移民的货车伫高速公路太平洋沿花路段并车，造成真侪人死亡重伤。墨西哥国家移民研究所新民表示，发生意外的公路是为瓜地马拉下境，照墨西哥的路要去美国的移民常常使用的路线，货车根本无法度载遮尔侪人，才会造成并且意外。暂时司机嘛已经逃离事故现场，下落不明。国视新闻台同朋友。继续，咱来关心美国国会为着要让美国的政府部门会当正常运作，已经通过临时开支法案，不过并无包括拜登政府所编的要用来军事援助乌克兰的美金60亿。这个消息虽引起欧盟的关心。另外，伫乌克兰首都基辅初一日时是举办战争以来头一场马拉松比赛，有超过5000人报名参加，也若报名的费用有一半会捐出去买武器。在乌克兰基辅访问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普瑞尔，初三美国国会通过临时预算案，将援助乌克兰的预算排除在外，感觉行一条甲遗憾。And to tell the truth, we were surprised by the fact that the last minute agreement has taken a decision that we have to regret deeply.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美国提供460亿美金军事援助予乌克兰。拜登政府8月要求国会，阁提供240亿美金。不过，互共和党具有势力的强烈反对，坚持预算爱开伫国内重要基地项目。乔治亚州众议员个人表示，已经提供相关援助予乌克兰。佢讲，乌克兰唔是美国第51州。We cannot, under any circumstance, allow American support for Ukraine to be interrupted.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初举办战争爆发以来第一场马拉松比赛，比赛按照路线长短分做5公里、10公里、21公里、甲42公里4组，吸引5180多人参加。另外，因所交的报名费总额一半，拢要捐予军方，用来采买军事设备。Тому що українська нація вона незламна, проводить такі заходи навіть під час війни. Всі, хто приймає участь в цьому заході, є людьми, які донатять на поміч нашим захисникам. Тому 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приймати участь в таких заходах. 因为当局无公布这场战争详细伤亡数字，发生社记者访问基辅的阵亡士兵纪念碑，人员大半家属对水相片，其中有真侪拢是壮年。伫社会媒体面前成立战争危丧志愿团体欧山纳博库，伊就指出，因2000个成员当中，18到24岁年轻女性占7%。Не знаю, можливо, я ще це не пережила якось, бо я досі не вірю. І тоді, я не знаю, я досі впевнена, що він зараз от прийде, напише мені там, відповість на мої повідомлення. 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全球暖化、气候反常，伫巴西的亚马逊河发生烤旱，有一个伫溪边的庄头，一礼拜内有几6000尾鱼仔，也有上百只正水的海猪拢死亡。渔民即马无鱼通掠，鱼仔的尸体个臭毛毛，嘛污染水源。即马政府已经启动紧急救援令，运送清气的水和还有食面去灾区。
大批冰毒死去的细菌尸体，扩大伫巴西北部城市马纳卡普鲁打起的河道上。另外一边的河面上，死鱼啊扑扑沉沉，河水落的程度互人真惊吓。渔船经过看到鱼啊尸体的河面，渔民的心情真沉重。Peixe não está dando para comer, tem que ir para outro local para poder pegar, que esse peixe aqui está contaminado. 全球暖化加上性盈年，亚马逊河今年的干化现象已经捌看过。除了无度掠鱼，连面上将水来源拢是问题。团江被搁较是强要压起来。当地政府统计，拢总有59个行政区水位低过平均值，造成水上交通运输受阻碍，船只陷入落寡梅无法度震动。O juízo é muito grande, assim, principalmente o psicólogo da gente, que a gente tem que preparar, né, para essas coisas aí. Se a gente não lutar, a gente não tem as coisas. 巴西环境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极端气候影响50万名亚马逊州的居民，占这个州总人口的1%。巴西气象单位有估未来几礼拜气候也会更加严重。联邦政府顶礼拜5宣布，55个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启动物资救援计划，将饮用水甲食物送到灾区。澳洲东南部的新南威尔斯初一时受到热浪的侵袭，气象预报显示，部分地区气温有计比平均温度高出42度，因为烦恼高温可汗加上强风会引起野火。当地政府针对9个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避免2020年的野火灾害再发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长期公开支持咱台湾的芭蕾副市长宣布，伊要来咱台湾访问，而且伊嘛专工来参加10月18伫台湾所举办的冬季大游行。伊嘛伫社群媒体顶头有大文章，强调支持台湾对抗中国。另外，英国的外交大臣是对外表示，中国若是对台湾发动战争，中国的经济就会崩盘。伊嘛强调讲，英国对中国有影响力，所以阻挡台海冲突是英国外交政策重要的核心。来关心大好家人马斯克伫社群媒体平台 X 有打出泽伦斯基的相片，佮伫顶头写讲5分钟过去啊，你也未要求援助来考西乌克兰，伫头考西乌克兰伫头向西方的国家要求爱提供援助，这是互乌克兰是真生气，批评讲这款行为等于是徛伫俄罗斯迄边。继续关心咱台湾 IC 设计的新创公司奈美光公司，有向国发会有甲伊投资1700多万，也毋过即马煞风声讲，因独家研发的技术哪方泄露去中国。这间公司有对外发出声明，强调讲并无和中国做技术转移合作，外界毋好乌白乱传。国发会是对外表示，关键的技术即马个研发，敢有甲技术转移去中国，即马当地调查，会伫1个月内提出调查报告。台湾奈美光公司因为进前研发出全球头一粒中湾防化公司合一石光子晶片，4年前申请国发基金，得到国发会1700多万入股投资，也毋过煞有消息传出，台湾奈美光董事长技术私底下寄转中国，引起国安局甲调查局高度关注。国发会做出回应。你不要1700又不见了。您刚才提到说1700会不见，不会啦，因为这家公司照理说它不会倒啦，它当然还在研发阶段。国发会表示，台湾奈美光科技公司主要是提供石光子晶片，为 IC 设计到终端产品的对立整合服务。那奈美光公司的技术，若涉及医学清挂，也会当运用伫军事航太顶面。一旦若真正寄转中国，恐惊会引起国安疑虑。奈美光公司是伫官网发声明澄清，有关石光子晶片专利并无移转任何人。目前无甲中国是其他国家进行任何技术移转计划，无规矩国安也是违法问题。加上石光子晶片也在研发阶段，未来研发成功会另外委托代工生产，传出中国开价人民币52亿，准备投资市场是不实内容。如果一旦这个关键技术流出，会对国安造成重大的危机，对不对？最原始的技术是台大技转的了哈。那如果说台大技转出来以后，它要再加值再转出去的话，
尤其到第3地的话，基本上是要透过一些审议调查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国发会表示，若台美港科技公司经过检调机关调查，确定有违反法令，也是损害股东权益，国发基金会依法讨赔。国发会有计会伫1个月内对外提出调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甲国家安全泄漏机密有关系，这是咱台湾家己做的畅水南海鲲号，即马是逼出泄漏的风波。这是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互将海军的顾问郭树指控讲泄漏咱国造畅水南的机密互中国。即马因2个人在相告，法务部长蔡清祥是表示，高检署和调查局已经分案调查。前海军顾问郭树亲身去地检署，因为那样立委马文君点名伊是温清风案涉案人，搁要转行去中国做军火商订人。郭树不愿互人指控，初二提告加重诽谤，嘛提出民事求偿300万。那这些东西其实我都没有做过。马文君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想脱身，想脱他出卖国家的这个大罪。为家己讨公道，郭树佮讲马文君外泄尖水南国造资料，捌伫立法院机密会议唔签保密协定，抄写机密文件。面对这个指控，马文君真侪工程已经提出告诉，证明家己清白。这届嘛大声做回应。你放了一个话，然后全部躲起来。我再一次呼吁黄曙光出面面对，我有把情资给中共，我也切。坡愈来愈大条，为抄写资料外泄，搁插甲马文君办公室执行长，互人讲伫院外敲代志。导火线都是因为黄曙光讲有一个立委阻挡江南国造，甚至甲资料泄露予中国大使馆，才引起这个论战。点名的立委跟厂商都我不知道是谁，你们自己去猜猜吧。江南政治泄露一直变，马文君国讲捌收到秘密录音，郭树介入国造江南，送交调查却无结果，专案愈舞愈大条，检调嘛介入侦办。上礼拜报道出来以后，对高检署跟调查局，他们都已经进行了解了，他们已经告诉我今天会分案。江南国造泄露秘密议案专案牵涉到国安，高检署以涉犯外犯罪，北检是以国安法泄露秘密等罪嫌分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并且顶头的卖酱业的班主林如虹进前有亚康进口2个问题，也毋过伊尾对我表示伊受人恐吓，结果即马案情大逆转，检调是查出涉嫌甲恐吓的一个姓柯的嫌犯，其实是伊的老朋友，佮那亲像是国民党的工作人员，所以规个事件那亲像有可能是自导自演。对此，国民党是回应讲，谴责任何港骗的行为，嘛支持检调移送法办。因为林如虹在当时有上前立委黄国昌的直播，指控讲伊互恐吓，而且佫讲较好。黄国昌昨昏伫面册表示，看到这个新闻了后，带一条随传信息去问对方敢若甲应讲这是真的，并无加做说明。若涉案这个姓柯的嫌犯是对我表示，伊是受林如虹的指示，所以专案是向恐吓罪嫌扩大侦办。伫那日半暝啊2点10分的时结束审问，法官是裁定这个姓柯的嫌犯受押禁见。也让林如虹即马因为人伫国外，所以也无到案。专案小组讲会2天才团里去说明。继续关心明年咱要进行总统大选，民众党的高文哲今年第2届去美国访问已经出发。另外，针对南北合作这个议题，高文哲进前有表示讲，会当比民调向输向退出，也毋过国民党是无回应。另外，前总统马英九初二的时昨昏对外表示，伊今年无要去参加双十国庆。也让国民党的侯友宜表示讲，会当体会马英九的心情，伊嘛问赖清德敢有认同中华民国。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第2摆访问美国进行美西产业之旅，第一天安排甲旧金山台北嘉美市委员会食饭。即马大选愈来愈近，南北合议题也真受关心。不过郭文哲停办进前提出的南北合，成比民调煞无人回应。国民党对蓝白合的想象，看来他只是他们在想他们以前国亲合的模式嘛，亲民党就不见了嘛。那我是比较开放的态度的，反正我先丢一个出去嘛，看他怎么反应。我看2天内没有反应的。
二登记参选只剩5个月，郭文泰强调家己是急动症医师，尽管是最后30秒做决定，也替拿白合增加想象空间。针对前总统马英九妻子李明翠表示，蔡文政府为去年开始就将详细国庆日的英文改做台湾 National Day， 是故会将台湾加做国家的名字，宣布拒绝出席今年国庆大会。国民党侯友宜也提出3份点名大清德是不是认同中华民国。大家问问赖清德，你有认同中华民国的宪法无？你有认同中华民国无？你有要把咱中华民国永远徛伫中华民国立场来替设想无？无论是赖副总统日前在《华尔街日报》向国际所宣示的4大支柱，或者是日前所提出的国家希望工程，都是坚定主权立场。但这还强调，赖清德立场一直拢是正清楚，就是延续蔡总统的4个坚持。也指出，进前国台办各一摆强调，九二共识核心意涵是海峡两岸共属于一个中国。侯友宜所谓认同九二共识，这是真正消灭中华民国原乡。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的。中秋连假最后一天，桃园的警方去临检，结果伫桃园的大东路舞厅抓到渔港在买卖毒品。清查了后，涉案渔港计共有700个人，皆拢互警方带回去审问。那内底阁有37个人已经拘留过期啊，也踮伫台湾。警方表示会去调查毒品的源头，那涉案的渔港会依照毒品罪嫌移送法办。网络流传大批渔港互警方带回画面，桃园大东路一间渔港舞厅，在伊透早互警方临检，迄天内底聚集700多名渔港技术涉毒，清查了发现K他命、摇头丸等毒品，所以将人全部带回警察局查检讯问，当中也阁查获37名渔港超过期和拘留。被抓了1000多个，然后去验尿，然后没有吸毒的就放。有吸毒的要罚款，大部分都是外劳，台湾人好像没有。对，一般都是外劳来这边假日吗？对。附近民众讲，一个假日舞厅就聚集真侪渔港，连假佫较侪。警方因为接到证据，有渔港涉嫌伫舞厅内毒品交易，搜证了后，报称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所以伫中秋假期动员大批警力进入临检。动员上百名警力，于112年10月1日凌晨实施联合扩大临检，现场查扣毒品、食用器具、残渣袋等物。警方表示，专案会继续追查毒品来源，涉案渔港分别以毒品罪嫌移送，超过期限拘留渔港送专勤队收容。桃园分局伫110年3月12日到今年3月，拢对这间违反规定渔港舞厅进行行政通报裁处，针对店家几摆违反规定，也会登报持付，建车停止营业。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对美国翁仔埔，因是梦情有上百万的买奖，因讲咱台湾上界无安全的所在，就是花莲玉里，因为花莲玉里有真侪狗仔会共吠，阁会共热。玉里当地民众嘛讲，市区确实有真侪狗，也毋过无一定是野狗，有的狗仔拢是有主人的，只是无看锁啊，狗仔会乱骚、共热阁共吠。公所即马表示，未来会加强稽查。有民众伫社群网站发文，花莲玉里镇的野狗问题已经互外国百万及万红评论是台湾上无安全的所在，因为因顶时伫镇上骑车的时候，一阵狗仔肉受到惊吓。When we were biking through Uli at night, and there were dogs everywhere chasing us, I was 玉里的名产都是浪浪，对吗？美籍翁仔埔强调，其他细只的流浪狗真古锥，想要带转来照顾。也毋过，一句玉里的名产就是浪浪感召，引起玉里顶面的关注。内国市区也确实会当发现不少狗仔对人吠，不少人也有防毒的经验。继续走，伊就甲你约。家人别家人，我都无看到家人，我嘛唔知影啦。我女朋友她还被狗咬到撕裂伤。玉里镇公所表示，经过调查，市区真侪狗仔不一定拢是流浪狗，有的是无甲锁啊的甲犬。另外，流浪狗会请清洁队去掠，佮送往红林镇的鸟狗活动园区安置。今年度到目前为止，犬猫需要捕捉的案件，大约是40多件。不要将犬猫放养在户外或是进行喂养。
林公所强调，农农毋是牛体名产，而是庄卡饲养的习惯，也是放养较济，所以会对饲主进行劝导，无听劝导的人，也会请相关单位进行稽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镜头来高雄。高雄做营业万年柜要伫双一年假开始啊！今年的迎火狮打造一只超过5公尺高的火狮，而且佮头摆招300个民众同齐游火狮大游行，也佮有马戏团的表演，希望请观光客来做赢斗闹热。大只火狮身躯黄色甲红色配饰是真有气势，这是今年做业万年柜火狮，主办单位特别打造5.6公尺高、950公斤重的大火狮。本年当头戏迎火狮第一摆开放，予民众参与大游行，开放300名的民众报名，无几分钟的时间，名额嘛拢出了啊！这是我们高雄在地的 VBS 舞团，特别今天我们也编做了一段火狮舞，来自我们节目当中重要的一日。今年的火狮大家来看到哈，含往年也无相共，今年可能用电动的，往年拢是咱哈一寡志工啊，大家咧哈咧光桥的方式安尼咧闹热。高雄万年柜活动是结合公炮城、迎火狮等等特色民俗，才有在地特色。今年阁有80台文创搭，也阁有马戏团、甲火舞等等动态演出。配合这个传统祭典，买当起少年人来参加。这是除了我们梦想家啦队会带来表演之外，然后也会有波卡的马戏团也会来这边表演，那还有舞团的表演。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些市集啊，跟一些文创的小商店也都会在这一次的展示。一开始迎火狮只是宗教活动，后来连接历史文化，和做业万年柜即嘛真做南台湾重要庆典活动。今年活动是初7到初9，拄好是国庆连假，唔但有5公尺高的金火狮，周边阁有真侪搭甲精彩表演，要互游客有食阁有耍。记者钟义辉、区兆勇高雄报道。民间工艺展现台湾文化嘛，展现台湾精神。为着要展现工艺师的心血，也有功夫，即马伫嘉义县的文雅美术馆有举办百工风华、诸罗献艺主题展览，邀请咱全台湾81个工艺师，加共展出93件作品，来展现艺术因多元的创作。民众详细看眼前的工艺作品。嘉义县埔子的文雅美术馆举办工艺特展当中，邀请81位工艺师，加共展览93件作品，要为9月28开始展览到10月初8。生活工艺然后我们的这个信仰工艺，还有美术工艺。那这一个3个面向的工艺在这个工艺表现里面，这一次的展览。我们都能在这一次的展览都能看到。就其实我对传统工艺还蛮有兴趣的，就看到蛮多像这种比较创新类的东西，觉得很有特色。会使让大家愈实在咱做过的形象，会使推广。这届参加展览的艺术当中，有6位捌得到国家工艺成就奖的肯定，阁有15位是台湾工艺这届代表工艺师。作为参加的少年工艺师来讲，这是一个会当合适的机会。看到很多老师傅的一些作品，其实有很多传统元素，之后都可以下去参考，给我一些启发。尤其是讲伫即马这个开幕式当中有这个艺术的，咱会当趁即马这时阵，甲其他的老师，咱来做一个经验顶悬的交流。嘉义县诸罗产艺器协会表示，民间工艺是本土文化一项真重要的资产。透过展览，唔但互民众会当看到工艺师的心血，嘛是捌到民间工艺文化特色甲精神。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那文化部昨昏公布第14届金颁奖一杯名单，另外嘛公布特别贡献奖颁予洪德林。洪德林今年74岁，是咱台湾的漫画家，嘛是咱台湾漫画研究者。伊研究咱台湾的漫画史料已经40多档，而且佫有收藏侪介验时期台湾漫画作品甲史料。伊佫伫学校开课，文化部讲，伊对咱台湾的漫画有真重要的贡献。漫画家洪德林研究收藏台湾漫画史料40多年，
前高党尚无出版10本和网界有关的册，嘛捌开课传承台湾网界的知识，对国内网界发展延续有真重要的贡献。文化部伫10月初2公布第14届金万奖的入围名单，另外嘛颁特别贡献奖给洪德霖。但是伊本人对这届得奖的想法是认为家己也无做啥，敢若是一直咧实现自少年以来的梦想尔。世人若无梦想哦，我感觉迄个人跳高20岁左右哦，就发誓要看遍全世界漫画。所以我现在一心哦，为1990年代哦，开始就为世界漫画博物馆的想象梦想。洪德霖1949年伫台中乌日出世，前7岁得到一本红册了后，就迷死迷烂伫网界世界。伊讲台湾伫1960至1980年代要互人叫做网界盗版王国，但是这段期间也培养出一批本土的漫画家。说自1966年开始，政府颁布网界审查制度，控制作品的言论自由。1977年、78年，台湾拍落去啊，网界拍落去啊。哦，本来迄阵子有想要画网界的人。结果这个审查，大家拢无操咯。洪德霖讲，家己卖网界卖到即马74岁，便若讲到网界精神，一日来话题就讲袂停，会使讲是台湾网界的百科人物。伊讲伊的人生也有一项作业还未做煞，就是成立国家网界博物馆，但是即马要停留伫咧筹备小组的阶段。伊希望会当保留侪先进的作品，互未来的时势了解台湾网界的发展史。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体育的消息，再去看世界来看2023年诺贝尔奖头一个奖项生医奖是颁予2个科学家卡里克也戈古维斯曼，因2个人是做伙研发出 mRNA 预防剂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对全世界有大贡献，所以得到这个奖肯定。今年诺贝尔奖第一个奖项生医奖颁予匈牙利的美籍科学家卡里克，甲美国科学家惠斯曼，表彰因伫 mRNA 疫苗研发对抗新冠病毒传播贡献。mRNA vaccines, together with other COVID-19 vaccine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over 13 billion times. Together, they have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prevented severe COVID-19. 因拢是美国宾州大学教授，两人伫2000年就发表第一篇相关研究的论文。不过迄时阵无受到伤过大关注，后来新冠疫情爆发，因的研究才为后续疫苗开发有一个基础。Hát az anyukám ugye ő mindig meghallgatta, hogy kikap Nobel-díjat, mert úgy gondolta, hogy lehet fiam, hogy a te nevedet olvassák be. Mondta akkor, amikor nekem még professzori semmilyen állásom, semmilyen csoportom nem volt, csak ott szorgoskodtam ott a laborban is. 卡里克的妈妈已经过身，伊感觉妈妈伫天顶已经收到这个好消息。维斯曼是透过卡里克的通知才知得奖，因为委员会无伊的电话。委员会学了 mRNA 疫苗为其他疾病疫苗开创道路，包含马拉利亚、艾滋病甲癌症。We spent the rest of 20+ years working together, figuring out how to get it to work, how to get a vaccine to function well, and COVID hit, and vaccines were recognized for 95% efficacy, which was really a turning point in RNA therapeutics. WHO 秘书长谭德赛也表示，这对科学甲疫苗来讲，拢是伟大一天。各向2位学者祝福，感谢因伫生活疫苗研发的贡献。2人会评分1700万克人，合代票3242万的奖金。公司新闻陈伟锦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国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是31度；中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有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有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23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